走。สวัสดีครับผมว่าที่ร้อยตรีสุริยาสอนสำริดตอนนี้เปิดค่ายมวยอยู่ที่ไต้หวันครับมาไต้หวัน20 ปีมีสโมสรฟุตบอลมีค่ายมวยไทยใครชอบเล่นกีฬาครับเชิญมาที่สโมสรลี่ชิงได้ครับ这是我们的泰拳馆算今年第3年了之前这边是空空的都是草丛什么都没有都是烂泥巴就后来想要盖那个泰拳馆的时候才给它铺上水泥啊这些就盖慢慢盖啊自己弄啊像泰国的擂台就这样子弄啊像这种都五金行买的就自己靠经验啊现在这2、3、4个都是进口的就练习啊练习的这样子啊对啊这些都是从泰国进口的全套了用来练呢有的人2手空空来啊就是要帮他们准备这些啊那个我们要推广啊一定要人增加更多人啊有的人就怕说来这边因为我不会我不敢来因为我们不会像说你不会你不要来没有啊就是你不会也要来学不是说不会就不怕这样子对啊这样平日我们这边没有人了平日不会有人因为大家都上班啊我们也上班我们这边大部分都是训练比赛的选手比较多礼拜六表演才会很多人早上起来都是我的工作都是帮我老婆早上第一个，然后后来买完我再去上班。如果上班不上班没有关系，就是要帮我老婆买早餐之类的。还有一个玉米蛋饼。玉米蛋饼1个。再开一瓶玉米哦。这边有。2杯奶茶。好，2杯嘛。美丽那个盘子拿来给我哦。谢谢。冰红茶。好，这位冰红。现在从台北下来都是以抓鱼为主，因为那时候我们自己也有食堂，自己也有养鱼嘛。啊，第一次的时候，我们这一班他们那时候来抓我们的鱼啊，然后刚刚好。那时候是他们欠人，我就刚好我那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工作啊，我就等电话啊，打电话来说，今天抓哪一伙食堂？今天哪一伙食堂几点到？就这样而已啊。抓鱼是没有每天呐，一个礼拜搞不好3天，搞不好2天也不一定啊。现在是算小月，工作量比较少，等到7、8月的时候，就是大月，就每天都有工作可以做啊。而且有时候加班到1、2点也会啊。范哥还没来哦。老塞。老板你好。老板你好，你是老板吗？哪有？你是老板是吧？老板啊，你叫伊，你叫伊哦。对啊。那个收钱啦。爱收钱哦。收钱要跟他们讲。哦，你也讲啊，要收钱啊。
反正你也看得见，我也全部再造了。就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的班头，叫范哥。你好，你好。我跟他做了快10年了。有10年了。有了，他骂我快10年了。是我爱护他，我关心他。他是客家人。红色菜很可取啊。我唱过泰国的有啊吼，全约有3届以上啊吼。不过去4件3下4件都去做转移了吼，冇法度溜啊。啊，去掠是和掠平台吼，加个兴趣也又多掠了。我来台湾那时候是20年前，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新店那边做台电卖包商，所以来台湾就要考那个工作证，要拉电线杆啊、立电线杆啊、换线啊、换变压器啊那些。但后来好像法律有改，说外劳不能到现场上班。所以后来就变成我有大卡车国际驾照，去那个开车领退料啊，就10几年有了。这是传统的捕鱼的方式，差不多有40年的历史的。今日是用爱冲的苗的，有啊，用钳的。捡口市场捞这样子。把网丝车上那件网丝车来接一接，然后把放长长的，这样全部整口捞着。再放网丝再放下来，等下就放下来，再放水倒。要在上面接还是下面接？这个早期就是农田很多了哦，摸堤防和储备水，啊，其实以农民他的分割出来的种水的地方哦，所以讲叫来囤了到水。是为了农田，所以讲佢比通开动到，哦，佢奶大出木油，夹白口，咁樣嘅。你某一天你係講用鉗吼，一般是7屆到10屆不等啊，用正的什麼形容？用正的。4屆到5屆，一般是自己的。教沙门哦，是好好教，佢也好認真學，哦，教到嗰種係台灣的年輕人啦，哦，遇到遇到困難的，其實3好處的地方，哦，因為上下講嘅，其實講兩講嘅，其實講冇法度咧。啊，上下有個困嘅時間，佢上下睡好久吼，佢咁講佢唔來啦，安佢咁樣教，所以我們都要動辛苦啊。啊，佢啊吼，佢動10萬來學，教100、200，佢還冇注意堂。嗰時啊，上下有大馬吼，佢是動腳啊。上下佢本來媽佢嘛，佢嘛感覺佢用唔錯，佢有接受我意見咁樣嘅，佢喊你會其實不會這樣重蹈覆轍這樣子。客家人对我来讲啊，好像比较实一点。我们工作做不对，当然会被点、被骂啊，那是没有错啊。那是说骂，那不是教他一下，那不是说骂的不骂的关系，是我们做不对，人家教不对，人家教的方式，有的讲比较大声，比较那个，那就是在工作上的问题啊。您懂我啦。您懂路线？有嘛，我有嘛。懂路线，好相处啊。在钓鱼，开始钓鱼了。分类鱼，对。那他们要买什么鱼？抓什么鱼的？今日我们得去抬妹，然后给它做起来，它就是分类以後，佢嘅我看佢抬妹適合在度內隻鼻通去，係抬妹嘅，其實係高分調配咯，冇事嗬，嗰種係市場賣樣嘅。呢係是講嗬，呢度土壤油啊嗬，你按到鼻通啊。
也爱动动人工吼，来做呢。第二问题是讲，因无法度提供用乜个管道吼来现场吼，嗰种係外路吼来过嚟來吼，對因好有幫助啦。你啊現場來咧，仲講有咧，來仲講上面來講，因哋有啲技術啊，慢慢來教，以下佢冇法度學落街啦。你上面是學個批模板中間而停啦，有啲係好好教嘅，上面搞不好是我咧佢有個轉移咧啊。還點問題是講外路過來這片，你上個傳線啊，係嘛？日年來講吼，要做商量幫研究啦，啊是講嗰種係拜六禮拜吼，嗰是固定啦，啊過了是宵夜該下有啊吼，是一禮拜做3日4日樣嘅啦，有啲會講外路佢也冇法度執行啦，冇達到佢目的啦吼，佢。也要轉移，冇大有錢轉移，讓自己不看人也能夠帶啊，这个行业就是人家说很辛苦啊，对我来讲，辛苦是还好，是不会什么辛苦的，就是我是要时间，是要空档的时间了，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在抓鱼的时候，我也可以去管我的钱管的这个事情。像我们的前管金在基本应该有大概12、13个左右的教练，他们就是当外劳来这边，算是练习啊，大家一起练习的。因为他们是从小的时候就练到现在，老了不能打了，不过自己也有那个武术在，想要传给那个下一代这样子。不是这样，往下压，往下压，不是这样踢，你踢什么？我们目的就是说要推广泰拳，没有固定谁要教谁没有，每一个人都可以教。像刚刚我就站那边，我看这个，动作不对，我这个提醒一下，这个动作不对，再提醒一下。我的部分就是说，他们有时候解释不清楚。听不大清楚，说要这样，我才会去跟他们指导一下，这样，脚上来后要快，但是到那边的时候，这样不是这样。快！然后台湾选手就是我们没有算过及格的，来这边不用付机票，像他们要去泰国训练，他们也要付机票啊、住宿什么，很多钱，对不对？来这边坐车就做得到啊。我的名字是佑胜，然后我今年刚满24岁。我本来以前是在台北学自由搏击，然后很少那种真的泰拳的技术，然后后来来这边就是跟泰国人因为交流赛比过嘛，然后觉得自己想要再精进，所以就喜欢上这里。你只要肯学，他都愿意教你。现在看一下这个帅哥在世界冠军，泰拳世界冠军。3月的时候去泰国打比赛赢回来的，这样不要看他这样子啊，帅哥。蛮有趣的是，我们这边太极的教练，他们大部分来自泰国不同的地方。泰拳它是有很多不同的流派跟风格嘛，所以其实每一个老师他们身上都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那他们也都愿意倾囊相授，所以没有特定的跟着哪一个学习，我就是每一个人他们教我都学。基本的不要只出拳，也不要只出脚这样。对，就是骗手出脚，骗脚出手。对，就这样子呀。因为来这边训练的选手，我们不会收那个训练的费用，因为我们要示范，要那个吃饭的钱而已啊，男的500块，女的
300块，这样就外面是不止这一笔钱了吧？对不对？哎。我跟龙哥我们踢足球认识的了。我很喜欢踢足球，我18年或10几年前了吧。对，那时候踢足球的时候，我那时候才20几出头而已啊。刚好他们有足球队，所以罗总看到我踢球，都来帮他带足球队这样子。刚好我们聊得来的，到现在啊，这快20年了。彭差啊，他想要有一个训练场，我们才跟龙哥讲，他出钱我们出力，他出钱来买这些东西，我们来帮忙盖这样子，让大家来训练这样子。龙哥他不是打泰拳，他喜欢上泰拳，就是因为他喜欢上泰国。虽然他不会打，不过他每天都会看，每天都会看训练嘛，就这样子。喺上路新豐醫，我係8歲就特別，我係爸是特別大，然後7年前來他的人，整個人新豐人。剛好那時候我們就，我接下這個魚池的時候，然後他跟我一起下來，這環境不錯啊，什麼他跟老婆結婚，沒地方住了，你住這裡。然後朋友剛好是在抓魚的，我就介紹說你去上班，我一上班到現在，他也很習慣。他老婆也方便，对面工厂上班，我就很好。还有也专门照顾我啊，我说我一个人在这边，你说还要他们煮饭给我吃啊，什么叫我就习惯住这里。就是你最早期的时候，你是什么原因才开始接触移工？哦，移工啊？对，移工那时候要做我们的泰国那个泰劳伙食，大概20年有了。我们在新店，那时候从附近开始做很多地方了，做到也有到桃园这边来。因为桃园算是个工业区，以前台北比较多，现在北部北线，现在那个工业区移到桃园这边来。如果是越南、印尼加起来大概12万多。泰国大概如果光桃园的话4万多。因为那时候台湾是刚开放，那时候我们经济比较好，然后他们来移工来这边打工。以前常听说薪水啊、超时工作啊，没有给加他们费啊，那时候会有这种情形。20几年前有一个跳楼，那时候工地是有一个泰国的，他老婆跑掉，然后他想不开，没钱，想不开要跳楼，然后我去把他救下来。救下来我看这样子，工地那时候没有人管理，没有人介入，不知道怎么，那工地主任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不知道怎么报警，怎么讲。我说这样子不行。后来我们就是慢慢谈，了解他们需要什么。以前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娱乐，他们来上班，你如果跟他们一休息，不知道可以干嘛，就是喝酒就有时候赌博啊，会打架。现在比较不会了，比较没有了啦。以前那是大概早以前的啦，10年前吧，10年现在很久了啦，在10年前。我有时候我跑那国家，我觉得。现在世界好像一个世界村，不应该是歧视这些，真的，我们也可以去，比如像打工一样，不应该分移工分什么，那你不应该分这样。那彭差教啊，那我这边最资深的教练，比赛最丰富的就是他，对。7岁就开始练，现在25岁吧，对不对？大概42，岁。6吧，加油吧！拜，等一下，25岁那个脱下来了，拜托，你看他手材，你看这身材，他快50岁了，你看这身材。他在台中上班，6没有上班的时候才放假。在台湾工作，弟弟问我要不要来台湾工作，那个做轮框那个啊，那个脚架轮框那个、啊，三脚架那种轮框那个。哦。在云林多6，是我在泰国没有工作这样啊，
我都什么还有小朋友，还有什么要，ไม่มีรายได้。没有，泰国那边没有什么工作啊，所以想赚钱，就这样。种米种菜而已。大家好，我现在49岁，我是工作在台中，这样子差不多9年4年了，差不多。来台湾比较好赚钱，就是你们钱比较大，我们钱比较小嘛，对不对？就是我们可以做到2万多，到泰国那边就3万这样子。现在1比1，我们就赚不到钱了这样子。我们曼谷那边是你要找工作一样，我这样子以前我没有读书那么高嘛，对不对？找到是一样去做晒太阳、改王石都这样子的，就比较热的、比较烈的这样子啊。而是我来台湾这边是做公司的，是有一点比较轻松的这样子啊。现在我是在台湾这边比较习惯了，但是我是在台湾比较多。现在就是台湾是我的家的，一样是都一样的。想来就来，因为我们没有分说，哪一个钱管哪一个人没有这个，我们就是这样子。想要传泰拳的，不要到底的，不要像那个在泰国训练那样子，给大家。如果想学就来我们这边学这样而已。吃饭。叫吃饭很难，因为大家一直在想继续练。来吃饭喽！这个也是夹。对，这个菜都可以配。材料那些菜都是那个龙哥他从店里带过来的，他有开店卖菜，所以在他店那边带过来比较便宜了，不用在这边买比较贵。如果不够的话，我再去泰国店这边买的。有一些配酱啊、配料啊，那个都要在那个泰国店这边准备啊。大部分都差不多泰国菜，木瓜凉拌啊，像那个就是鸭，也是凉拌。你们手在捏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啊？糯米就要这样捏，很好吃啊，对吧？超好吃，我一次可以吃半包。除了它好吃啊，教练他们说糯米吃多了就是体力好。我也不我买不个人，กินเขาอิ่มก่อนตัว。我这是我妹妹。啊！我老婆了，我太太，她是印尼华侨，也是客家人，对。台湾的客家比较软。你们是比较硬，口音比较硬。对你讲一句啊。你们讲吃饭，我们去讲说吃饭。哦，这么轻哦。对，吃饭。穷庸嘞。一样。你讲穷庸，我们讲日庸。日庸。哦，一样。像这些泰国来台湾上班每一个人都工作就不一样。同事。这个从哪里？你从哪里？树林啊，做电子工厂。啊，这个从哪里？这个南坎。南坎做布工厂。在那个台中，像这些都是回去。泰国时间到了，对不对？3年时间到了，回去都想要回来，因为这边大部分都是说
来这边很方便啊，薪水也有高一些啊，对啊，都是这样子，大家习惯待在台湾，大部分的来台湾上班都想要回来了，因为这边台湾地方小，去哪里都很方便，咻一下就到了，咻一下就到了。泰国你要去哪一个地方，要半天一天或才有办法到。这边是好像有一个家里在这里，好像有一个家庭在这里，他们休息，他们都会来这边。如果你没有，好像一个家里在那里，应该大家再多钱也不会想回来。对。他我不知道呢，那么害羞，真是的。跟他结婚快10年了啦，都是这样子。你怎么追到他那么害羞？不会啦，他追我，而不是我追他。开玩笑。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同学啊。刚好我也没有人，他也没有人，就是这样认识而已啊。现在住这边的平日的话，就是我啦、我老婆啊，然后龙哥啊，大少礼拜天的时候才们陪龙哥过一个晚上。如果没有养羊哦，草就会长很快。如果养羊，它就自己慢慢会吃草嘛，对不对？那个草也不会长那么快啊。对啊，这个是我住的地方，住10年就是在这里啊，10年了。下面这边有2间，那弟弟他们来的时候可以睡那边，那我是在住这边。喂，有人。我今天刚好我老婆放假，对啊，我们就这样住啊，对，一个房间就好了啊。有老婆在就好了，有什么都没有就没有关系啊。我这边可以看监视器啊，前网油啊，从泰国进口的前网油啊，所以这些都是药啊。那洗澡就是在这里啊，洗澡都在这边啊，就在这里洗啊。要付房租吗？不用了，这边不用，这是龙哥在出的。我们没有在出钱，10年了。今天要去那个流浪动物之家，要去领养一只小狗。对，对啊，他想要养小狗。他申请的时候他有讲。我们会觉得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好单调，好无聊，可是我觉得那是对他们俩是一种很简单的幸福。美珍是完全把沙蒙当作是一个精神堡垒了，什么都是以沙蒙为主了。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渴望的是那种幸福感。哦，早期没有这样子的幸福感。没有啊，对。奶奶吧，我女儿。Hello。她在吃饭。她在吃饭。对。她跟陪妈妈吃饭吗？没啊。好可爱。看到吗？妈妈看得到，妈妈几岁了？阿妹，你几多岁吧？你几多岁78。78了。他已经结婚2次了，第一次在印尼那边结婚，然后在印尼那边生一个小女儿，都分手，然后就来台湾，嫁给台湾，再生一个男的，对，应该在新竹吧，在你婆婆那里。现在吗？对。对，现在在新竹。儿子差不多国中毕业了。对，当时应该是15吧，15、16岁。对。不过他那个新竹那个婆婆不肯我看，连电话不能弄。对，连打电话也不行。
他就知道啊，他有看过我儿子啊，我有带他出去玩过啊。对啊。对啊。后面她老公过世之后，就不让他们没有联絡啦，就不讓他們見面。咁多年啦，係啊，禮拜六啊，過節啊，大家都撩啊。我們家是有7個姐妹，然後我是排第4，只有我一個而已嫁來台灣的。那時候知道台灣啊，很多人嫁來台灣啊，有的嫁好，有的嫁不好這樣。因為那個上一次老公是很愛喝酒啦，喝酒都會打人啦，才會跟他離婚。公公比較好啦，公公比較疼我，婆婆很兇啊，他都很怕東怕西這樣啊，怕我會管錢啊，都怕我說要他們家裡的早產啊，然後生個小孩，他都是怕我帶小孩跑掉。最後我就是想要工作啊，我沒錢用啊，沒有零用錢用啊，他就生氣啊，生氣我去上班啊，然後回來都不讓我回家。那時候都住外面啦，沒辦法進去裡面啊，每天上班回來都不開門啊，我都很生氣，我就外面租個房子。他說禮拜6就來講說。到底要不要去？沒有決定要去哪裡？去是一定要去的。啊？去是一定要去啊。去補習班，去補習中文啊。夜校啊。他去補習啊，我也去補習啊，會碰到他。想說，他都很不錯，都不喝酒，不抽煙嘛。因為我跟了他好幾個月嘛，我看他都是，好不錯啦。所以我都決定要跟他在一起。他對你好不好？很好啊。不好。很好。沙蒙絕對是一個很好的老公，然後也是一個很好的朋友。他可以避掉很多泰國人在台灣除了喝酒，可能就是去外面交朋友、吃喝玩樂，他完全避掉，不容易耶。來台灣10幾20年了。很不容易，他還能夠堅持自己這樣子，所以我相信說，為什麼美珍會愛他？從我爸爸過世之後，我進去就是不是上班就是足球場，就是那樣。對，那太前的就是來這邊的時候才有那個，因為那時候我打太前的時候是7歲，打7、8歲、9歲就沒有打了。就是踢足球，我的興趣都是踢足球而已，我沒有哪裡玩就完了，那不是我興趣，對吧？我是這樣子的。然後沙蒙，這些都是泰國人嗎？對，這些都是，應該是有幾個越南的吧？對，他們有空，他們都是喜歡這樣來練球啊，這樣。看这些都是他们在工厂上班的。之前我有跟他们一起踢过。来台湾第1年没有足球场可以打，太辛苦了，就可能台湾撑不住了。就是每天都上下班这样子，没有，好像是没有一个可以让我感觉好像是一个快乐的地方啊，所以我每次放假禮拜天我就坐公車，坐這一台坐到底，然後繞回來，沒有看到足球場，然後隔天來也是一樣，坐另外一台公車，然後繞回來也沒有看到啊。這個熱身比較快，這樣不會受傷啊。足球我學得比較久。我小時候學到踢到現在比較沒有像以前那麼靈活了，因為關節這邊都肌肉都拉傷，年齡也有了啦，不像以前剛剛來台灣的時候20出頭這樣踢得蠻不錯。台北也蠻多的，我足球隊以前我在台北跟野外他們踢的時候也蠻多的啊，膝蓋受傷都要保護他，沒辦法。
除非脚断掉才不能玩了，才不要玩了，一样啊，没办法。我休息都快半年，我脚痒的要命。看人家踢就哦，脚很痒哦。看电视就好了。不一样，不一样，自己会动哦，脚会动哦。真的啊。自己。我说晚上就梦不要踢我就好了。就有一次，我去福和小厦那边上班，刚好礼拜天，在福和小厦看到那个员外队他们在练足球，我就在那边看到，哦，我火起来了。我刚好赶快做事，赶快去跟他讲，大哥不好意思，我可以跟你们练球吗？可以跟你们打吗？结果那天玩一玩，他说，下个礼拜我们有比赛，要不要来跟我们玩？哦，好。结果玩一玩，到时候他们就带我去很多地方，很多足球场可以打。哦，真火起来了！台湾真的很多足球场可以打。对啊，就这样。现在我看一下我家里泰国那边怎么样。现在我看一下我家里泰国那边怎么样。上一次我带前所去泰国比赛的时候，我这边回我家整理我家里都这么装啊。我家装6台，然后我妹妹办公室那边装1台。我们在这边看不到他们啊，都有时候打电话打不通嘛，对不对？看一下家里有没有怎么样？以前没有装监视器，还担心说，他干嘛干嘛的。现在不用担心，我看到活得好好的。弄几杯水，看是每天会看，这1个礼拜至少2、3天就会打电话。我大部分打都是用群组打给妈妈，有时候我妹妹他们也会来看啊。这个是我孙女，她妈妈在韩国，妈妈65岁了，冇見你ผมกลับไปบ้านบ่กลับไปอยู่บ้านบ่他每天都希望我回去。那时候我在泰国的时候做店，刚好有人去跟我妈妈讲说，台湾这边有做店的工作，对，他才去报名我来这边。啊，我妈妈就说，看人家来台湾赚钱，有赚到钱，我去，他就说去联络那些来台湾的方式啊，大概剩1个礼拜要来了，他也跟我讲说，赶快那个回来，你要去台湾哦。他这样跟我讲，我说那么久了，快20年了，不要看他这样子呢，凶啊，超可怕的，不是会打的，都脾气超火爆的。平常我们这人这样聊天有没有？有时候我妹妹啊，他们都会来。我妹妹来了，他们2个是双胞胎，老5、老6是双胞胎。所以你们家总共几个人？6个。老2我弟弟啊，过世10年了。以前家里什么都没有啊，现在我妹妹他们2个在曼谷当老师、公务人员嘛，就是。像那个妈妈去看医生啊，就是半价。像以前我来上班的时候，
这每个月都要寄显示器啊，现在比较少，快1年了，我不用寄显示器，因为妹妹他们也帮忙出家里的零用钱了，他们会寄显示器啊。我们现在要去台北，顺便去走一走，看以前上班的地方，顺便看那个龚琛娜他在台北教课，他在那个申请当教练进来台湾教课啊，顺便去看他。有时候有事情的会对有什么事情才要上去了，或者是朋友找了才会上去了。没事，我们也不怎么会走了。2楼。Hello。哎，你ไง你好，你呢？你ไง？你好，你好，还好吧？还好，对，但听说人很多。昨天比较多。对吧？这个是这边 Kings Box 的老板，对，帅哥。那我们的泰国教练算是第一位，这样子的方式去申请，他就不会像那个有法律的问题了。这边正正当当说，哎，这个是真正的教练，这样。来下来。这个就是龚琛娜，龚琛娜，你来台湾第几次？第2吧，第一次3年，对啊，第一次3年，对啊，这次刚刚来1個多禮拜，ไม่มีอะไรต่างกันความรู้สึกเรามีอะไรต่างกันนะไม่ใช่คือว่าทำงานเวลาทำงานต่างกันไหมเยอะกว่าซ้อนไหมเยอะกว่า哦，他是说在那个工厂上班，就是说一直在那边工作啊。这边是他比较喜欢打太拳，而且自己喜欢的运动啊，这样子当好像是这边比较没有什么压力。现在变成教练进来的话，在泰国那边需要经过非常多的审核，有要泰拳的协会发教练证等等的程序。那到台湾也要经过非常多的那个主管机关，他们要审核过，他们才可以进来。然后之所以帮他们想要申请这个职位，就是因为我认为他们有真的价值，可以带台湾的泰拳到更高的一个层次。因为目前普遍的水平还没有像国际上那么好，那希望他这样进来之后，可以把台湾的水平拉起来。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待遇可以比以前当劳工好很多，这样子。他们来这边不是说为了要薪水高才会来，为了喜欢这样泰拳运动才会来，而且来这边帮忙推广泰拳这样。对，之后可能会有2、3个一起进来，对。这里是新店，我之前工作的地方。我当义工的时候工作的地方。好久没有来了，我去看一看，看长什么样子。这是我们工厂啊。没有了，拆掉了。我们住的变了啦，以前前面这边有一个货柜，我们住在前面最前面的端这边，对啊。现在改了，现在没有了，现在就变成这样子。以前在上面那边，对不对？然后后来就搬起来这里啊，搬起来这里。以前前面这边有一个货柜屋，2、3个货柜屋连在一起啊，现在变成这样子围墙了，围起来了。那10年了，现在变了就没有了，现在就没有了。
在新店的时候，就去走走啊，去碧潭桥那边看也有啊，有时候也去泰国店那边吃饭啊，这样子啊。好累哦，上了片。对。好长啊！不行，要叫他们帮我们。真的，等一下。点不到。好，去。以前我们住这里啊，住上面这里也有啊，看下来就看得到啊，就常常来下班就来看，对，人变少，这人变少，以前人很多，这以前随便走就很多人。还有人看报纸，很像哦。嗯。我来台湾20年，现在的生活我算还满意的。那有足球可以玩，有泰拳可以教，也可以看他们比赛。那有老婆在身边，像你还不满足，不知道怎么讲。对啊，家里的人也。天天也可以联络啊，可以看啊，对不对？我的人生的，就好像一部电影这样子，有跌倒过嘛，有错过不对的事情呢，有好事也蛮多的，算是蛮丰富的啦。这多多少少就会这样子的人生嘛，对不对？在台湾最感谢的，第一个。就是龙哥免不了的嘛。龙哥是离我是最近的。第二个是我老板台电卖包商的老板，2、3个老板都对我很不错。现在就变成他当饭徒，我是没有想那么多的，未来就让时间去控制它吧，就不会去想那么多，未来一定要怎样，一定要怎样，没有想那么多。就现在说慢慢的。就这样子过了生活就好了，就天天过一天这样快乐生活就可以了。对。美珍未来有什么打算？我不知道，还没想到要怎么打算，看他怎样。加叫田叫照啦，加加都田加杯啊。ผมเป็นคนไทย อยากให้ถอยบ้านยิน沙蒙毕竟说我们已经认识20几年，在一起20几年，你早晚一天你回去你的故乡，在你还没回去之前，我们能制造更多的回忆，到以后老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哦，我们曾经是兄弟。我希望你多爱美珍一点。未来如果跟美珍有机会一起回去泰国生活的话，然后偶尔呢，也要想想我。老公，我爱你哦，你都很好，很贴心。以后你要去哪里都要带我去哦，我真的很爱你啊，老公。